公交线路和 BRT 车站建设签约仪式。该可持续公共交通项目是从昭阿努翁公园到凯旋门，以及从凯旋门到东都国立大学。根据交通运输部部长的决议，使用由老挝政府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1500万美元。签字仪式于11月17号在万象市举行，由交通运输部代表、运输司副司长维莱潘沙亚冯先生、泰国一级方程式有限公司代表顾问、委员会主席萨佩拉拉本昌普拉塞特先生、国家第8号公路建筑工程合资公司董事长盛帕查先生、交通运输部部长恩甘帕松孟马尼先生与亚洲开发银行驻老挝行长以及各部门代表共同参加，见证了此次仪式。万象市可持续交通项目负责人坎潘万塔纳先生对该项目进行了简要报告。合同的主要义务是用彩色沥青混凝土建设 BRT 公交两侧带有人行道的专用行驶车道，总长13公里，道路宽度在12米和25米之间，共在27个车站点安装钢铁结构，其中5个车站点在路边设置，22个点则在道路中央设置。此外，在 BRT 区域外建设46个公交候车亭，在塞西塔路600米外建设一个大型巴士中转站。该设计将把电线和通讯线埋在地下，站内设有包括排水系统、光缆、安装标志和交通标志的规划。该项目预期将用12个月时间完成。不过，该项目负责人将尽力与承包商在2024年7月完成上述主体工作。目前，运输司正在审核另外一个项目的竞标，即关于交通信号灯建造和安装，当前进展顺利，预计将于2023年12月签署合同。